大家好，今次會講解2025年 DSE 數學卷2第43題，關於組合概率。先睇一睇題目，某袋子內有9罐蘋果汁及4罐提子汁，若從該袋中隨機同時取出6罐，求取出至少3罐提子汁嘅概率。睇完題目，我哋用 9A 去表示9罐蘋果汁，用 4G 表示4罐提子汁，有13罐嘅果汁要抽6罐出嚟，然後至多抽3罐嘅提子汁。我哋先列出6罐嘅果汁嘅可能組合，有可能係6罐嘅蘋果汁、0罐嘅提子汁，所以 6A0G 表示都有可能係 5A1G、4A2G、3A3G、2A4G、1A5G、0A6G。好，再睇題目，因為只有4罐提子汁， 1A5G 及 0A6G 係有冇可能嘅？最多3罐嘅提子汁，所以符合題目要求嘅會有呢4個可能性。唔符合題目要求嘅一個可能性，唔符合嘅可能性較少，所以如果我哋計 1-2A4G 嘅概率會快過計 6A0G 加 5A1G 加 4A2G 加 3A3G 嘅概率。強烈建議大家先列出所有可能性嘅數目，思考應該用1減去唔符合嘅概率較快，定係計符合嘅概率總和較快。計概率嘅時候，我哋必須要計分母13罐果汁，抽6罐出嚟，即就 13C6。然後計分子，蘋果汁要抽2罐，所以 9C2， 而提子汁要4罐抽4罐， 4C4。其實 4C4 等於1，寫唔寫都得，但我覺得寫出嚟會清楚一啲，因為9加4就係呢個13，然後2加4就係呢個6，呢個方便自己驗算嘅時候會清楚一啲。最後要用1減呢個概率計到答案係 C。